古有孙敬悬梁，抒情刺骨；今有优啦苦读客语拼音，味道靠到汉语中国去认真。都唔错，用版拼都唔错，别只眼都带我用版拼音啦！哦，当然啦，做乜解爱切家苦读切家，爱学拼音，用版做得少，客家名录学院嘅汉语拼音学习平台。你系嘛啥？唔好同我讲吼，你系嘛个拼音之神哦！冇错，我是汉语拼音神仙，专治拼不对、记不起、考不过三大苦症。哈哈哈哈哈！呀，平台有线上亲身发音教学，对声母、韵母都拼音练习，一条龙学习，还做得配合互通式教材，听、讲、拼、写100全部学会。哇，还有发音示范，俺哟，我就唔是伤脑筋，老挨嘅侦查咧。哈，做啲有俺样嘅功课，我就唔是唱我嘅太極比咧。冇错，汉语拼音学习平台，本考试唔是考神仙，考客家名录学院就做得咧。客家拼音动战斗，学客话唔是考神仙。